过来看云林的消息，云林县政府逐年拢会办这个社区的迎接嘉年华的活动，和县内各社区会使展示伊本身社区的这个特色、产业甲美食。今年以云林社做百货行出状元为主题，希望讲透过活动进一步推广县内观光。 一年一摆社做嘉年华就会到，特别到这个时阵，每一个社区拢会来点家己社区的特色。我们社区的花砖木雕有106款，有花砖的，然后手绘瓷砖跟喷画瓷砖。今年云林县的社做嘉年华会伫咧10月29拿来向保良组抢上场。那县府今年以社做百货行出状元来当做主题，亲像办周年庆的概念，让每一个社区提家己上镇产品和表演来招待人客。云林县是个农业大县哦，那透过我们社区的发展协会、社区的营造，来带动地方啊，不只是人际关系哦，还有我们乡亲的本身的感情交流了哈。社区除了是地方时大人开讲5类所在，透过机构学习，让社区变更有特色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